好，跟住咧就輪到民用組咯喎。民用組咧就並非我擅長嘅項目，咁所以咧就冇咁多廢話講啦。咁啊，最多都係拍下 video 俾大家欣賞下啦。因為真係唔識就唔好亂咁噏。但係每一件咧，我自己個人就覺得好靚咯，好犀利。特別啲大水貼同埋一啲曲面嘅水貼嘅作品咧，我自己覺得就好厲害。呢個好有趣味性，因為好多白鴿圍住架車，有隻貓貓喺中間，咁真係非常之有趣我覺得。車就當然係要配美女啦，所以呢個當然係好受歡迎。我而家見咧，有時民用車依家都開始有啲咧唔會話整到立令，有啲唔同嘅表達方法啦，可能做埋舊化，即係真正嘅一個民用情景嘅用過嘅作品。咁其實都係好好啊，即係好過以前係比較太單一就磨令佢咁樣咯。咁睇到唔同嘅作品係好開心嘅事。呢個好特別喎，呢個展示方式，而且好精彩喎，呢兩架，好靚。好，民用組就到呢度啦。